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以斯帖记第2章1到23节，使徒行传第12章20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兴起或败落。我们昨天谈到了祷告，我们说祷告必须有信心，而信心是什么？信心则需要学习顺服，如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有些人靠着自己或许会得到兴起，暂时的得胜，但是呢，终究也会败落沉沦。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把上帝当成差使来使唤，好像我们的祷告，无论祷告什么，上帝就要乖乖的帮我们实现，才能够证明他就是上帝。曾经听过很多人的见证，都这么样的说道，他们说：上帝啊，求你要如何，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就相信你是真神。对于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的兄姐，牧师会回忆阿们来认同，因为这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但是同时，牧师也会为他们祷告，因为牧师担心的是，万一上帝没有按照他们的祷告回应的时候呢，他们是否能够维持一样的信心？其实蛮值得担心的。一个人的兴起或是败落，应该都操之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才是上帝。很多人在遇见自己的困境的时候，会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遇见的困境，但不见得都能成功，甚至有些人遭遇更大的灾难。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看到，亚伯拉罕曾经是如此，大卫王也是这样子的，摩西也曾经因为遇到了困难，他用自己的脾气来回应以色列人，甚至上帝。扫罗王以为以自己的认知来向上帝献祭。犹太基督徒，包括以前的扫罗，都自认为自己是代表了上帝。上个主日，牧师曾经提醒兄弟姐妹有关于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顺你的意。当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在最受欢迎的时候，而是他在孤独的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耶稣这样祷告了。我们又看到在旧约里面，另外一位人物是路德记的主角。路德向她的婆婆告白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其实这样的告白的时间，并不是因为拿俄米非常富有，他的生活非常的富裕，在顺境当中，而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连丈夫都死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上帝。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千万要记得，需要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这是信心的考验。
因为明日将会如何，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能够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的人，也才能得救。愿意谦卑顺服跟随上帝的人，才能够进入应许，才能够被兴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使徒行传》12章的记载，当时候的希律王他杀了雅各，雅各是第一位寻道的使徒，他同时也囚禁了彼得。这样的作为似乎显示了他是大有权柄的人，也的确是啦，因为他是分封的王，他统管的地区在照讲他是最高位者。但是我们记得，如果没有了生命，他又能做什么呢？在经文的前面第7节到11节记载了上帝怎么样差遣使者拯救彼得来出监狱，通过第1层，通过第2层的监牢，最后一道门也都自己开启了。后来我们就看到彼得就告白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希律王在王位上面，他穿着王服训诫的人民的时候，被上帝的震怒给击袭，他失去了生命。因为这些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凡人的声音，而是神明的声音。23节记载说，主的使者立刻击打希律，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他被虫咬而死。上帝的道继续扩展，日渐兴旺。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任务以后，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去，他们带着约翰、马可同行。这是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希律的败落，是因为他阻挡了上帝的道，拒绝听从上帝的声音，他一意孤行的，也就因此被上帝击打而败落。巴拿巴和保罗就继续他们的行程，带着称为约翰的马可，继续了他们的宣教行程。上帝的福音就被兴起了，阻挡的就败落了。我们也看到昨天的经文以斯帖跟今天的经文，看到前王后跟今天记载的继任王后之间的差别。那前王后她自视为高，她不但不相信上帝，更不把国王亚哈水鲁看在眼里，然后就被废掉了。而被掳的以色列人则在这个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有了机会。亚哈水鲁王拣选了末底改当官，虽然末底改遭受王室的太监所陷害，预备杀害他跟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生命。后来以色列人借着禁食祷告求主帮助，也借着以斯帖成为了继任的王后，然后救了全以色列人全国的生命。那一位为了私利而准备屠杀以色列人的太监则被处死，他就败落了。依靠上帝的人们在遭难的当中得蒙上帝的救恩，这样的整个过程也帮助我们基督徒来思考，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应该如何做才能被兴起。